今日嘅新常識就係、綠色部分其實有預防感冒嘅成分。其實長葱綠色嘅部分擁有豐富嘅營養，唔食簡直係嘥晒。咁樣講嘅人就係好了解食材健康資訊嘅平柳耀博士。其實長葱嘅白色部分同綠色部分各自含有唔同嘅營養，我會建議食晒兩邊，咁就可以攝取到唔同嘅營養。長葱嘅白色部分嘅主要成分係二酸氨酸、二酸氨酸，破壞咗長葱嘅細胞，例如切細佢，二酸氨酸就會轉化成二酸素，產生有效對抗感冒菌嘅作用。另外，亦有降低血壓、防止脂肪喺體內積聚嘅功效。至於一直以嚟好少人食嘅綠色硬質部分，就含有豐富嘅胡蘿蔔素同埋鈣質。胡蘿蔔素會喺體內轉化成維他命 A， 有助提高皮膚同黏膜嘅抵抗力，增強免疫力。而有助預防感冒、有抗氧化作用嘅維他命 C， 含量更加係白色部分嘅2倍。長葱嘅綠色部分其實含有豐富營養，唔食就嘥晒。點食法先有效咁攝取到長葱嘅營養呢？我嘅建議係炒葱。平柳博士建議有效咁攝取到葱綠營養嘅食法就係炒葱，將葱綠切成中意嘅大細，然後用高溫快炒就得。維他命 C 會喺水度流失，所以乾炒就保留到啦。將葱同橄欖油撈勻就完成。明白。同油一齊食可以提高胡蘿蔔素嘅吸收率。另外，葱綠亦都有二酸氨酸，二酸氨酸溶落油度就會變成大蒜烯，有助提升身體嘅免疫力。當煮飯用到葱嗰陣，上面咪有一層沙嘅，其實係種成分叫果聚糖，千祈唔好俾佢流失。如果你將葱切碎之後又攞嚟洗，就會洗走晒。果聚糖對提升免疫力有唔細嘅功效。醫生啊，葱嗰啲散液係咪同好味有關？係，冇錯，葱嘅甜味係嚟自佢，所以要好好咁煎。